欢迎大家收听听台语唠英文。Learning English in Taiwanese。今仔日要讲的单元是面对音乐。面对音乐，阿祖自从去年以来，常常咧啉喜酒。不过，伊出来拄到一项问题，就是现场若要开红酒的时阵，大家拢会讨论这款红酒的品质是安怎，是甘甜的，还是有淡薄仔苦涩。这个时阵，啉汽水惯势的阿祖，安怎样是拢分袂出来？这款的话题，伊是真歹插入去。这天又阁是一场婚礼的结束，阿辉知影阿祖的无奈，只好来鼓励伊讲：你即马需要勇气，甲你的面对音乐。You need to be brave and face the music now. 阿祖感觉真奇怪，伊讲：听音乐都会使解决代志吗？ Can listening to music solve everything? 亲爱听众朋友啊，啉红酒的时阵听音乐，敢讲就知影酒的滋味吗？恐惊毋是。原来早期伫剧场咧表演时阵，不管演员是发生什么款的代志，只要音乐声一响，无论如何拢爱来上场表演。所以演变就有面对现实、面对困难的意思。所以你若想要讲，伊当场互撞到，所以需要来接受惩罚。你会当讲 He got caught on the spot, so he had to face the music. 同款，咱个来复习一遍。面对音乐，也就是面对现实、面对困难的意思。Face the music. 第一句，现主时你需要勇敢的面对困难。You need to be brave and face the music now. 第二句，伊当场互撞到，所以需要来接受惩罚。He got caught on the spot, so he had to face the music. 短短时间又搁要甲大家来讲再会咯。有任何意见，请写伫后面甲咱讲，咱后一集再相逢。